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歡迎嚟到麥玲開運堂。今日我哋唔講虛無縹緲嘅大道理，今日講下半年點樣財富大翻身。你係咪天天忙到頭，抽筋存折反而越嚟越少？房貸卡債壓到喘唔過氣，仲要成日花冤枉錢，唔使驚。下半年命盤大洗牌，有3個生肖財富大開，第一名更加係豬籠入水。想知有冇你份？即刻點讚訂閱。我哋即刻開講，大家注意啦！天地運勢喺下半年將會迎來一次好徹底嘅大執位，舊嘅霉運即將被洗走，新嘅財富正式打開。今次我要同大家公布下半年財富大翻身嘅3個生肖，佢哋喺下半年嘅財運簡直係好到阻都阻唔住，特別係第一名，真係可以用豬籠入水嚟形容。信財氣多到你要拿大桶嚟裝，所以今日呢個分享你一定要由頭到尾聽清楚，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要。即使你聽完發現自己唔喺呢3個生肖入面，都千萬唔好關掉。因為我喺講第一名之前，會特別教授大家一個下半年在家就可以做嘅接財水秘法。呢個方法係所有生肖都適用嘅。做對咗呢一步，你同樣可以喺下半年拉住財氣嘅尾巴，順天平財富大翻身。喺正式公布生肖之前，我想大家先明白一個玄學上嘅道理。點解上半年嘅財運會咁差？因為上半年嘅磁場處於一個過度同埋壓制嘅狀態。由玄學角度嚟睇，上半年嘅木火能量太過旺盛，加上濕土滯氣，好多人嘅八字入面缺乏金水相生嘅流年動力，所以大家會覺得揾錢好辛苦，付出10分力氣，可能得1分收穫，甚至有好多人經歷咗公司裁員、生意清淡、投資被套牢，或者屋企人突然生病，要花大筆醫療費，呢種種嘅壓力壓到好多人喘唔過氣。但係大家千祈唔好絕望，進入下半年，特別係立秋之後，氣場大變，天地間嘅金水之氣開始源源不絕地湧現，天干地支嘅運轉開始帶動財富爆發。呢種大洗牌代表原本處於低谷嘅人有機會一躍而上，原本卡住嘅資金鏈、事業瓶頸，通通會喺下半年迎刃而解。只要你懂得順應天時，抓住屬於你嘅機遇，下半年就是你打翻身仗嘅最佳時機。不過喺大運洗牌嘅時候，有3個所有生肖都要提防嘅破財陷阱。如果你不避開呢3個陷阱，就算天降橫財，你都未必留得住。第一個陷阱係盲目嘅高風險投資同埋聽信市場謠言。下半年雖然財氣旺，但係市場嘅波動依然好大，好多虛假嘅投機項目、高回報嘅炒作陷阱會層出不窮。如果你聽信所謂嘅內幕消息、朋友嘅口頭承諾，把積蓄一次過投注落去，好容易會撞落流年嘅破財星，搞到血本無歸。下半年講求嘅係穩中求勝，任何需要你押上全部身家嘅投資，都一定要保持警惕。第二個陷阱係人情借貸同埋作擔保人。下半年好多人會遇到身邊嘅朋友、同學或者親戚向你開口借錢，或者叫你幫手做貸款擔保。我喺度溫馨提示大家，下半年嘅人情借貸運非常差，錢一旦借出去，好容易有去無回，最後不單止錢拿唔返，甚至會因為錢而傷咗幾10年嘅感情，搞到反目成仇。如果真係遇到親戚有求助，量力而為，盡量以救急不救窮嘅原則去處理，千祈唔好強行出頭。第3個陷阱係你家裏面同埋辦公室嘅環境風水漏洞。下半年嘅東南方同正北方係非常關鍵嘅位置。東南方喺下半年係7赤破財星飛臨嘅方位，而正北方則係2黑病符星同埋歲破所在地。如果呢2個方位擺滿咗雜物、垃圾桶、破爛嘅家電，或者有積水漏水嘅情況，就會直接堵塞你成家嘅財路，搞到屋企人成日要花冤枉錢，甚至健康出問題，導致破財。大家看完之後，記得回去把這2個方位打掃乾淨，保持乾燥同光亮。避開咗呢3個陷阱之後，我哋就正式嚟睇下，到底係哪3個生肖喺下半年可以逆天改命，財富大翻身。首先我要恭喜嘅第3個生肖就是屬猴嘅朋友。屬猴嘅朋友喺上半年嘅日子，講真話真係過得好委屈。你可能經歷咗工作上嘅小人陷害，明明係你辛苦做咗好幾個月嘅項目，最後功勞被同事或者上司搶走。
又或者你在生意上遇到了不講道理嘅客戶尾款，拖咗幾個月都不給，甚至喺感情同財運上一度陷入低谷，覺得自己做乜嘢都不順利，成日陷入自我懷疑。但係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因為一進入下半年屬猴嘅朋友，命宮入面有三台同埋天解，這兩顆大吉星重磅降臨。三台星代表梯級式嘅上升，喺玄學裏面，粒雙雙就係一顆非常穩健嘅吉星，佢代表你嘅事業、名氣定係你嘅財富都會好似行樓梯咁，一步一步穩重地往上爬。你下半年做嘅每一分努力都會得到看得見摸得着嘅回報，而天解星更加係一顆可以幫你逢凶化吉嘅神星，代表你上半年遇到嘅所有困境、債務、官非或者人際關係嘅僵局，喺下半年通通都會得到解凍同解決。原本卡住你嘅小人會自動退散，原本對你有偏見嘅人，下半年已會對你改觀。屬猴嘅朋友喺下半年嘅財運，最大嘅亮點在於偏財運、副業進帳同埋跨界合作。你下半年嘅靈感會特別多，大腦非常清晰。如果身邊有朋友找你合作，搞小生意、做兼職、開發新產品，或者利用你嘅個人專長去接外包項目，千祈唔好拒絕，因為呢啲就係你下半年財富翻身嘅突破口。我哋細分嚟睇屬猴嘅朋友喺下半年有3個非常關鍵嘅月份。第一個係農曆8月，即係立秋之後嘅新月。喺這個月份，屬猴嘅朋友會感覺到事業上嘅阻力大幅減少，之前拖欠你嘅錢款或者薪水，在這個月很有可能會順利追回。第二個係農曆10月，呢個月份係你嘅貴人運爆發期，你會遇到你今年最大嘅貴人。呢位貴人可能係你以前嘅舊同事、舊客戶，甚至係長輩。佢會為你帶嚟一個非常重要嘅商業信息或者合作機會，直接帶動你嘅銀行戶口數字快速上升。第三個係農曆12月年底嘅時候，你嘅正財跟偏財會同時有大進賬，合稅非常適合做年終嘅結算同埋利潤分配，讓你過一個非常富足嘅新年。對於打工嘅屬猴朋友，下半年你在公司裏面要多展現自己嘅才能，不要害羞。我相信主動爭取重要嘅項目，升職加薪嘅機會非常大。對於自己做生意或者搞自由職業嘅屬猴朋友，下半年要多出去拜訪客戶，參加行業聚會，因為你嘅財氣就在人脈裏面。不過屬猴嘅朋友喺下半年亦都有需要注意嘅地方，因為有官符星跟五鬼星微弱嘅影響，你在簽署任何合同協議或者處理財務報表稅務問題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字眼，最好找專業人士把關，唔好因為一時大意或者相信口頭承諾而留下後患。喺幸運顏色方面，屬猴嘅朋友下半年可以多穿黃色、金色或者米色嘅衣服，或者換一個黃色系嘅財包，呢啲顏色可以幫你加強土生金嘅磁場，讓你在下半年把財氣穩穩鎖住。只要注意好呢啲細節，屬猴嘅朋友喺下半年絕對可以擺脫窮忙嘅命運，翻身做主人。接着我要恭喜嘅第二個生肖就係屬狗嘅朋友。屬狗嘅朋友喺上半年嘅運勢可以用驚濤駭浪、心驚膽戰嚟形容，因為今年受到沖太歲嘅節節影響，你可能經歷咗人生中嘅重大轉折或者動盪，例如公司裁員、被迫離職、生意虧損、不得不關門搬家折騰、感情破裂，或者身邊嘅親人遇到健康問題要大花錢。呢啲變故搞到你身心俱疲，手頭嘅資金鏈亦都拉得非常緊，甚至要靠透支信用卡或者向人借貸嚟過日子，每到深夜都睡不着覺，壓力大到爆表。但係大家聽清楚啦，真玄學裏面有一個法則叫做大沖之後必有大法，物極必反沖太歲並不完全係壞事，佢代表一種劇烈嘅能量清洗。屬狗嘅朋友喺下半年將會迎來紫微同埋龍德這兩顆喺紫微斗數跟八字裏面最強大最尊貴嘅大吉星。紫微星係帝王之星，代表權力、地位、名譽同埋大財。
而龍德星則代表天賜嘅福報貴人扶持同埋化解萬難。有呢兩顆大吉星坐鎮命宮屬狗嘅朋友喺下半年嘅財運將會出現斷層式嘅暴漲。你上半年嘅所有努力、忍耐同埋壓抑，都會喺下半年得到翻倍甚至幾倍嘅回報。特別係喺職場上嘅屬狗朋友，下半年你會有好強嘅升職加薪運同埋權力提升。你嘅上司或者大老闆會突然注意到你嘅忠誠同能力，把最核心、最具利潤、最重要嘅項目交俾你負責。只要你敢於接下呢個挑戰，克服最初嘅困難，你不單止可以證明自己，仲可以拿到一筆非常豐厚嘅獎金、分紅或者股權。而對於自己做生意、做老闆或者搞個體戶嘅屬狗朋友，下半年你會迎來大客戶嘅回流同埋新市場嘅打開。原本以為談不成嘅合約，原本陷入僵局嘅談判，喺下半年會奇蹟般地逆轉，簽下之前虧損嘅生意。下半年有機會扭虧為盈，甚至開創出全新嘅盈利模式。我哋嚟詳細睇睇屬狗朋友喺下半年嘅關鍵月份。第一個關鍵月份係農曆9月。呢個月份係你本命月份嘅能量重組期，雖然過程可能有點忙碌同辛苦，但係正財運極旺，你在工作上嘅付出會直接轉化為收入，薪水同提成會有顯著增長。第二個關鍵月份係農曆11月，呢個月份係你嘅偏財跟貴人運高峰期，你會得到高人嘅指點或者大靠山嘅支持，喺投資理財或者副業發展上拿到好結果。手頭嘅現金流會變得非常充裕，原本卡住你嘅債務可以一次過填平，身心得到徹底嘅解脫。第三個關鍵月份係農曆12月年底嘅時候，你嘅財富大開，非常適合做資產配置同埋資金回收，把賺到嘅錢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富。但我亦都要深度提醒屬狗嘅朋友，因為受沖太歲嘅餘波影響，加上下半年工作節奏極快，你哋情緒上容易焦躁易怒，有時說話太直接，容易得罪身邊嘅同事或者家人。記住一個玄學道理，脾氣越大，財氣越少，脾氣越好。財氣越到，脾氣跟財氣係成反比嘅。相信下半年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靜，多聽少說，保持謙虛低調嘅態度。喺開運方面，屬狗嘅朋友下半年可以在家裏面或者辦公桌上擺放一個紅色或者紫色嘅飾物，例如紫水晶或者紅色嘅擺件，呢啲可以幫你在下半年木火相生，化解沖太歲嘅煞氣，讓你在下半年金玉滿堂。喺我公布第一名生肖之前，大家先停一停，聽清楚我遮蝦嚟要教大家嘅呢個下半年接財水秘法。呢個方法唔理你屬乜嘢生肖，只要你跟住做，都可以喺下半年幫自己同埋家人鎖住財氣，防止漏財。把財富穩穩接住。大家注意下半年嘅流年財位，主要喺屋企同辦公室嘅東南方同埋正北方。東南方喺玄學裏面代表八白左輔星同埋七赤星交匯之處，而正北方則係六白武曲星同埋二黑星飛臨之位。要接財氣，大家可以喺下半年嘅立秋之後，揀一個陽光充沛嘅早上，準備一個全新嘅透明玻璃杯或者玻璃碗，在杯裏面裝滿8分滿嘅乾淨礦泉水或者自來水，然後喺水裏面放入6枚金光閃閃嘅硬幣，最好係1元嘅硬幣或者清朝嘅6帝錢。玄學裏面6代表乾卦，乾為天，屬金水代表財，6枚硬幣放在水裏面，就成了玄學裏面極其強大嘅6白金水雙生局。把呢杯水放在你家裏面客廳嘅東南方，或者你辦公桌嘅左上角青龍位。呢個局可以源源不絕地為你招來偏財、正財同埋貴人運水。如果蒸發少啦，就往裏面加水。水如果時間長啦變渾濁或者有灰塵，就換一杯新嘅水同乾淨嘅硬幣。簡單嘅動作就可以幫你在下半年改善磁場，把財氣穩穩接在屋企裏面。好啦，大家最期待、最想知道嘅第1名生肖到底係邊個呢？我尚在正式公布。開信下半年財富大翻身，財運直接封頂，好到阻都阻唔住嘅第1名就是屬豬嘅朋友。係恭喜屬豬嘅朋友，如果用一個詞語嚟形容你下半年嘅財運，那真的就是豬籠入水。
四方來財，想唔發達都難。屬豬嘅朋友喺上半年其實過得好委屈，好不上不下。你好似有一股無形嘅力量壓住你，想發力又發唔出，做嘢總係差那麼一點點運氣。明明方案做得好完美，客戶最後卻選擇咗其他人。明明自己好努力，收入卻跟不上，支出甚至經常遇到意料之外嘅小額破財。例如車輛損壞要收，家電故障要換，或者自己同家人健康上嘅小花費，搞到你心煩意亂，存款數字一步步下滑。但係大家聽清楚，一進入下半年，屬豬嘅朋友命宮入面有金魁將星以及六分這三顆頂級重量級嘅財星，同時會照能量強大到令人驚嘆。金魁星係古代皇家專門管理財富同金銀珠寶嘅神星。有金魁星入命，代表你下半年不單止賺錢能力強，更加重要嘅係聚財能力極強。你賺到嘅每一分錢都可以穩穩地存入財富，不留漏洞，擺脫過去邊賺邊漏嘅惡性循環。將星代表領導力、大局觀同埋事業上嘅重大突破。如果你係做管理層、企業高管或者自己創業做老闆，下半年你嘅事業會迎來爆發式嘅增長。你在行業裏面嘅聲譽同影響力會大幅提升，身價翻倍。而六分星更加係直接代表朝廷嘅俸祿、正財、官方獎金同埋大額分紅，有六分星加持。打工嘅屬豬朋友下半年升職加薪係板上釘釘嘅事。屬豬嘅朋友喺下半年正財同偏財運會同時暴漲。喺正財方面，你在公司或者行業入面嘅地位會大幅提升，薪水提成，業務分紅會有顯著嘅增加，甚至會有其他公司高薪挖你角。喺偏財方面，你在投資理財、股票、基金，甚至係抽獎買彩票、房產交易方面，都會有出乎意料嘅好運氣，經常會有意外之財自動送上門。我哋嚟詳細拆解屬豬朋友喺下半年嘅三大黃金月份。第一個黃金月份係農曆7月，即係立秋之後。但係這個月份屬豬嘅朋友會明顯感覺到財運開始解凍，之前卡住嘅項目開始推進，資金回籠速度加快，正財收入大幅增加。第二個黃金月份係農曆10月，呢個月份係你本命能量最強嘅時候，配合吉星加持，你嘅偏財運會達到今年嘅最高峰，你可能會收到一筆意想不到嘅大額資金。例如舊債收回、房屋升值套現拆遷補償，或者投資項目得到超額嘅幾倍回報。第三個黃金月份係農曆12月年底嘅時候，屬豬嘅朋友財富爆滿，年終獎金、股東分紅、業務提成會讓你拿到手軟，手頭嘅資金會非常充裕。原本不敢諗嘅買房換車、擴大生意計劃喺下半年通通可以實現。屬豬嘅朋友喺下半年只需要注意一件事，就係切忌過分炫耀同高調。俗話講得好，財不入急門，財亦不是於人。當你下半年賺到大錢嘅時候，保持低調沉澱，多做善事，把一部分資金轉化為固定資產或者保值嘅長期投資，呢股強大嘅財運甚至可以一直延續到未來嘅流年，讓你富足好多年。喺幸運色方面，屬豬嘅朋友下半年可以多穿黑色、藍色或者白色嘅衣服，佩戴金銀飾物，可以更好地滋養你嘅水旺財富。聽完呢三個生肖，可能有些朋友會問，信我如果唔喺呢三個生肖入面，係咪代表我下半年就冇財運，要繼續過苦日子？大家千萬唔好咁諗。命理學講求嘅係天時地利人和，生肖只是代表你天時嘅一部分，佔1/3。如果你下半年沒有上榜，但只要你做對了地利同埋人和，你同樣可以逆煞翻身。什麼係地利？就是我剛才教大家嘅接財水秘法。把家裏面同辦公室嘅東南方同正北方打掃乾淨，保持光線明亮、空氣流通，把破財嘅漏洞堵住，擺放開運植物或者水局。什麼係人和？就是多同運氣好、能量正、滿身正能量嘅人在一起，遠離身邊嘅正能量消耗者同小人，同時多做善事、捐款捐物，幫助有需要嘅人，累積自己嘅陰德同福報。玄學入面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福論心，造運由心轉。當你嘅心態變得積極、感恩、善良，你周圍嘅磁場就會跟着改變，財神爺自然就會降臨到你身邊。
為你開闢新嘅財路。如果在評論區留下一句接財富或者接實好運，更加係你在向宇宙嘅磁場發出一個強烈嘅信號，告訴上天你已經準備好接收下半年嘅大財氣。非常感謝各位老友記今日嘅用心聆聽，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大家喺下半年把財氣穩穩接實。玄學講求心誠則靈。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請不吝惜點個讚、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分享嘅最大動力。祝福大家下半年順風順水，福氣滿門。我哋下期見。